2017最具幸福力的户外音乐节10月超夯登场 ，Dizu Plakis and Ibu Yambo Ensemble, Daniel Wepus and James Winstanley, Tada, Gomyo, 声响乐队 ，Boxing， 生动乐团，陈明章与福尔摩沙淡水走唱团。桑布伊 ，CP 值最高，热度最夯，最具幸福力的秋季音乐趴，10月20到22，台北大家河滨公园，不止耳朵，更节奏你的身体。详情请上网搜寻2017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这是苏康富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晡日阿群妹吼都富起来的，真劲爱同大家来报好康哦。用板讲咯，今年2017年嘅世界音乐节又要来开始了，伫10月20开始到10月22，爱伴大家真幸福、真有幸福力嘅音乐节咯。怎么个音乐节就音乐节，爱讲佢都有幸福力呢？到底为什么这个音乐节非常的幸福呢？就来细细格格分享。今晡日节目底度有请到的来宾，先来分享安尼音乐节的策展人，欢迎于淑英于老师，欢迎。阿 Kim 妹好，大家好，我是2017世界音乐节策展人于淑英。欢迎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今年后来策划呀，今年的2017世界音乐节的活动哦。接下来依然爱伴大家年年的幸福，除了来收几日堂吉嘅音乐会，同幸福嘅线上欣赏啦，欢迎线上欣赏。阿 Q 们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生祥，今日过来介绍2017世界音乐节。好，真迎欢迎6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这里有写哦，不止耳朵，更节奏你的身体，所以它其实单枪嘿一张单纯的音乐节听听哦，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内容，而且其实今年也不是第1年的举办嘛，去年也是于老师这边来做策展的。那整个状况可以再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去年的那个幸福的感觉吗？去年第一次嘛，所以其实我们整个也都在学习当中这样子。可是有一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台湾有很多音乐节，可是很少有那种你可以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起去的那种，全家合家全家一起去，或者是说适合60或者是50几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那种音乐节也很少，对吧？只有这种什么台湾灯会啊，或者是说大家去放天灯啊那种才是的。可是其他的音乐节大部分都是给年轻人，没错。你不论是到海边或者是什么样，都是年轻人的。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有没有一种音乐节，其实是爸爸妈妈可以带小孩去，然后老伴们也可以互相一起去，甚至于包括公司的同事也会想说，我们可以假日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不会尴尬，跟同事去也不会尴尬。对，就是属于那一种，就是说你可以揪很多的人一起去参加的那种音乐节。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音乐节，是老少咸宜的，多好。所以我们去年就是朝向这样子的方向去策划、去策办，所以就是说，从整个的主题包括表演团队的邀请，都以这样子的概念去思考。对，所以去年在你看到台下的观众，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是让你觉得哇，我真的有达到我的目标，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很感动的？有好几个那样的画面，就是真的很多爸爸妈妈就带小孩来，那小孩其实对音乐或者是对世界音乐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根本完全的没有，而且甚至他们应该说完全没有接触过，他们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局限的。你不要讲小孩了好了，就是爸爸妈妈们有很多台湾很多人根本不晓得知道什么叫世界音乐，所以其实我们去年也在强调说，世界音乐这个词不重要。你就是来到这个活动现场，所以我去年就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那小孩就在我们的人工草地上玩。哇！
然后小孩就在那边玩，然后爸爸妈妈就说：“你在这个地方，我去逛市集。”哦，然后他们就会去市集里面去找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物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会带小孩去画一些手绘的印度指甲花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那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棒。然后有很多的情侣们他们会过来，然后在那个人工草坪上面晒太阳。听音乐，或者是说聊天，或者是一起去逛摊位，然后或者一起陶醉在音乐中，那种画面非常就是让我觉得很棒。所以一直到第二天最后一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二天下大雨，那是第3天风和日丽。那个风和日丽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我自己在 PA 台那个地方，我看着大家陶醉在那种乐声中的时候，突然很想哭，就有一种音乐，你就有一种感觉，是我自己有感觉到那种幸福感。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场的人哦，他们都没有走，然后一直待到很晚，最后一个活动。所以我就觉得说，那种感觉，我们想要呈现刚刚提到幸福力的那个部分，真的有做到。所以那时候就很感谢老天爷，也很感谢所有在场的人。所以呢，透过音乐，本大家有爱的感觉，有爱的感觉，有幸福的感觉。对，那今年2017年世界音乐节第2次来举办，有没有什么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新的不一样的出来？因为我们其实有在做检讨，就是说去年还少了哪些东西。我觉得说，虽然来的这些观众们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可是也有一些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观众在参与度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更深的参与，因为乐团在台上演，观众在台下。那像去年的话，3人乐队会希望大家跳起来，可是台湾人就害羞、避俗，然后跳不起来。那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就是一起大家共同来推动。所以今年就是希望大家自己就是增加那个参与度。所以我们会在很多的那个团队的邀请上面，是希望能够有参与度的。比方说，我们有些乐队他们有带舞者来。然后我们就会希望就是说，好，那舞者大家来，你先去学怎么跳舞吧。对，比方说南非非洲舞，或者是踢踏舞，大家平常会看了很多踢踏舞的表演，但是自己不会跳。那我们就有一个安排，就是说你下午先去参加踢踏舞的工作坊。然后或者是先去参加非洲舞的工作坊，或者是参加，我们也找了几个原住民朋友一起来教大家跳原住民的舞蹈。那你白天学了这个，你会了基础的舞步之后，到了晚上他们在舞台上演出，当然他们的舞者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跟着一起，对，所以就是那种参与感会加入。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加上一些节奏乐器，我们会找非洲的鼓圈，对，就是非洲鼓的鼓圈，然后一起来带大家一起来玩节奏。是，所以其实有很多做的本乡亲朋友呀，都去到现场，就做得来参加哦。几日的整个下午到晚上都有年的发通儿童大家来分享，鼓手啊也哈青葱腰就会表演的团队哦，亚拜啊也特别请到了我们客家的团队。有找到了2团，一个就是我们隔壁的申祥老师，我们想来摸一下申祥欣赏哈。这个还转型没黑，就是蜂巢音乐帮人家的发行哎。鼓手想要问一下，您跟蜂巢音乐的整个结缘，还有就是这次参加世界音乐节的这整个状况这样子。我其实跟淑英是刚刚我们聊说是大概是我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见到面了，包括跟那个老板杨先生在花园新城的一一个朋友家我们就认识，所以已经其实也是超过20几年的。哇！把年龄都说出来，岁月催人老。是。那其实后来其实有一些就是在音乐上的合作，包括是我的一些唱片的经销是在蜂巢唱片。还有有其中一张我装是在蜂巢发行的作品。其实我们在那个音乐上的合作其实已经是很久了。那礼拜六就会来做那个你人一起世界音乐节的演出，我哋係呢第10月22日暗部頭我哋樂隊都有一個 set 的演出。禮拜六但最主要嘅演出嘅作品都偽裝嘅作品，因為禮拜偽裝嘅作品裡邊都用嘅塔嘅啦管子哈，還有鑼鼓嘅鑼把類，那就
那个音乐的元素呢，都应该都符合到世界音乐那个部分呢哈。因为过去其實我出去都會參加音樂節，其實嗰度嘛係參加世界音樂節。古說亞拜咪愛來參加世界音樂節，愛喺10月22號嘅晏晡頭7點45分，愛同大家來見面哦。好，2017嘅世界音樂節還有韓卡度嘅內容，韓國韓卡度嘅發通，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繼續來哦。大家要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好，我同大家來分享2017嘅世界音樂節，我來開始了。第10月20號到10月22號，第台北嘅大家和平公園來舉辦，我同大家來分享地圖當中內容同發通哦。剛才有同大家講好，唱歌嘅本人到幸福嘅身上欣賞，要同大家分享，加到亞拜，每位啲亞拜音樂節來做演出，唔單止按呢，其實還有一團嘅啲客家輕優秀嘅演出團隊，每位啲亞世界音樂節同大家來見面呢，就是我們的劉阿昌跟他的樂團，對不對？這麼各位請來啲阿昌姑，為什麼會找到我們的劉阿昌跟他來做合作呢？其實跟認識聲響是完全相反，我還沒有認識到那個。劉阿昌他們在音樂節合作之前，完全就沒有認識，就還沒有認識。但是因為我們這個音樂節想要展現的是多族群，就是很多的族群，就是不止那個原住民啊，會有福佬或者是客家。所以當我在那個，因為找聲響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所以那個我在想說有沒有其他的那個台灣的團隊，所以我那時候搜尋了很多的資料，然後發現到那個有一次其實。我真的是看客台哦，我是那時候在找的時候，我非常的認真，我就是會看那個原住民電視台，會看客家電視台，然後在客家電視台我就發現了幾位歌手，那我就特別去 Google 了一下，然後就那個有找到那個劉榮昌的資料，然後那個發現，因為他在桃竹苗地區其實非常的活躍，而且我看了他的一些表演之後，我覺得他的那個創意融合度非常的好，然後那個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能夠邀請他到我們的世界音樂節來演出的時候，可以讓更多的台灣的觀眾去認識這樣一組那麼好的那個創作樂隊。沒錯。然後還有就是他們來，其實國際策展人來的時候，也有機會可以讓他們也有可以出國。就是說，如果說他們喜歡他們的表演，也許可以就是邀請他們到屬於國外的音樂節去做演出。對，所以其實不單只是讓這些表演者把他的音樂介紹給現場的觀眾朋友，其實也是互相交流，各個表演團隊互相的交流的概念。對對對，其實這個世界音樂節其實是一個交流平台。是。那很像我們如果到國外去參加世界音樂節，像聲響有很多的經驗嘛，都會學習到，就是從跟別人的互動上面，自己會有所成長，然後會有很多的經驗上面的拓寬，會讓自己變得更寬闊，也會更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其實，所以在這個音樂節裡面，我們不是只有在辦一個這樣的活動，所以也是希望能夠透過一些引進跟輸出，讓我們台灣的音樂產業，還有讓台灣的這些藝術表演團隊能夠更茁壯。沒錯，不過我其實還非常非常的好奇，就是兩位老師去參加各國音樂節的心得。不過我們先來把這一次的表演團隊先跟大家來好好介紹，我們待會有時間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各國音樂節的心得好了。像比如說這個哇。Sambu'i，他也是這一次演出的其中一個表演團體，表演者就對了。對，Sambu'i，我跟他也一樣，從他很小就認識。原來是這樣，但是他非常優秀，去年得了這個音樂的。今年得了非常非常大的這個金曲獎，年度最佳專輯獎。對，所以其實Sambu'i他還在，他名叫盧街心嘛，從他在街心那個階段，我們就用階段區分，對，就認識了。是。那因為Sambu'i的唱片一樣是在我們這邊在做經銷，在做發行，所以跟Sambu'i之間也一直都有一些合作，這樣非常了解。對，那像剛剛提到，就是說我們有原住民，我們有不同的族群嘛，所以在原住民的部分的話，那我就
一定就是会就是我觉得很棒的那种团队。那桑布伊，我其实不是因为音乐他得了金曲奖才邀他的，是我们去年就已经确定邀他。对，然后他今年刚好就开花结果，然后得了3座金曲奖。那个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桑布伊从他小时候他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然后他是那种让我听到他的歌声之后，我会整个并行，就是那个呼吸你会感觉一下子停止的那样子的一个声音，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对，他就是，所以我给他一个封号叫做令人并行的灵魂男生，因为他坚持唱母语，对，坚持在母语的系统里面这样子做创作，没错。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坚持的精神，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很可以把它推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对，然后那个如果有机会的话，让更多的国际的音乐节邀请他演出，然后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去认识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声音。没错，你坚持了本土的嗓音冲出去，跟我们身上欣赏没共用。除了这个桑布以外啊，其实也有国外的团队，有国外的团队来到我们台湾来做演出。这个看起来是非洲的团队，对不对？对，他们是南非，来自南非。南非的这个灵魂人物，他叫迪祖。迪祖的话，那个他从小的时候也是从传统的南非音乐里面去成长的，就是说他吸收了非常多的那个传统音乐的素材，然后他一开始以传统音乐的那个概念出发的时候，其实他在南非就红了，所以他经常巡回南非各个地方。那个国外的音乐节在找南非的团队的时候，就注意到他。那同样就是他也是就是出国去看了很多现在不同的世界音乐节的概念之后，发现现在当代世界音乐的发展到了怎么样的程度，所以他会把当代的元素、流行元素融合在传统里面，所以他这次带来的东西会是有传统、有跨界，有比较是属于当代的南非世界音乐。当代的南非世界音乐。不过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像南非他们有非常多的打击的乐器，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节奏，非常明快的节奏，到现在其实非常广泛使用到，不管是传统或者是现代的音乐里面。其实南非跟音乐是非常息息相关，整个关联是非常密切的。其实整个世界音乐的发展是从非洲起来的，所以就是说，当你在提到整个世界音乐的时候，你不能不去提非洲音乐，因为讲到比较悲惨的历史，就是说美国那时候在那个黑奴那个时代，就是从非洲带进去一大批的黑人，那黑人在想家或者是很苦闷的时候，他们会开始玩自己的节奏，然后会开始唱起黑人的，就是属于他们的音乐，然后这些音乐其实他们虽然被打压，但是其实这些音乐流出来之后，它已经影响了美国的音乐发展。所以像30年代的爵士音乐，或者是一直到50、60年代，像 Bob Dylan 他们那时候的音乐，其实都有受到非洲音乐的影响，甚至连舞蹈都一起，整个文化都一起被影响。所以非洲节奏的东西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影响全世界非常的深。对，包括我们的台湾的很多的创作者，也是会把会使用非洲的军备鼓，或者是说一些很多的那种非洲节奏在里面。对。所以这次世界音乐节也邀请到世界的各个团队，不单只是有南非洲而已哦，其实我们还有西班牙的团队，而且我觉得看这个照片，他们拿的乐器我好像没有看过耶，我也没看过，很特殊的乐器，不知道那是什么乐器，就是因为没看过，所以就觉得说非常值得介绍，是因为这个 Yuko 啊，其实他的老婆是台湾人啊。对，然后我们好几年以前，就是他老婆就有把他推荐到我们公司来，但是因为他的音乐就是比较少众，所以那个时候唱片已经不景气了，所以就还没有跟他合作。那今年在策办世界音乐节的时候，觉得非常需要把他的那个乐器介绍过来，因为他有2个特殊的乐器，一个是非洲竖琴，一个是那个里拉琴。对，西班牙里拉琴，这2个都是出土的乐器。出土就是考古队去哪里，就是在考古的时候，从壁画里面发现了那样子的一个画，然后也找到一些传统的乐谱，所以他们那个乐器是从里拉琴，它是从这个地方用这个东西做根据，然后去复原的。所以 Yuko 他的这一把乐器其实是全世界第一把从这个壁画里面，从这个历史文献里面去复原的乐器。
所以它是第一个，就是目前全世界就是在推广这种传统这样的一个远古来的这个声音里面的第一人，所以我们是觉得说非常值得他来。然后他也做了工作坊，然后也做了演出，可以推荐给大家。对，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其实整个团队还有非常丰富、非常多的表演，精彩的表演。儿童泰嘎乐福用包括很多原住民的团队啊、哈嘎人的团队啊、贵外的团队，南江腔演出听听，不只是演出，其实我们还有工作坊。刚刚前面也有稍微提到，工作坊除了有这个舞蹈的工作坊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坊？有包括像 Yuko，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讲座的工作坊，还有包括韩国的南韩，对南韩，因为我们这次邀请叫农乐谷，对南韩的农乐谷是对，因为那个这4个大男孩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那个韩国有一些企业会邀请他们去企业里面做突击演出。哦，突击演出，比方说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下午很苦闷的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有那个鼓声从那个门口里面进来，然后突然间就有几个大男孩帅气大男孩站在你面前说不要工作了，起来。跟我们一起那个打鼓，一起做节奏，跟我们一起唱。所以这4个大男孩，他们经常在韩国的企业里面会受邀去做突击演出，在台湾还没有听过这种状况。对。那我想说，看到这样子一个，他们知道有他们这样的活动的时候，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来台湾，然后跟我们一起做那个做互动的话，多好。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在这里面。然后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工作坊，是走踏世界玩手碟。手碟是我最近看到觉得非常有趣、懂神奇的一种东西。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像一个 Vogue， 就是很像一个锅子，然后把它翻过来，然后就可以敲敲打出音乐。这个团队我觉得好特殊哦。手碟是这10几年来才在世界上发展起来，很多人就称它为锅盖，不是对嘛？我的理解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打锅盖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找的这个音乐家 Daniel， 他是一个全世界音乐节非常喜爱的一个手碟玩家，就是那个，因为他是英国人。那我们本来以为他就是居住地以英国为基地，那我们就想说，我们买的机票就是从英国到台湾嘛，结果后来他跟我们讲说，不，你要从南美洲买过来。我们第一个想法说，好贵，变贵了这样子。南美洲对，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在南美？你为什么不从英国飞过来？他说我没有家，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属于流浪，不是流浪，是波西米亚式的一个表演者。他因为他太受欢迎，他经常就是游历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跟表演活动，所以他没有一个居住的地，就是说你要寄东西给他也没有办法，就是他就是会这样子，这个国家寄，你接着就是下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我们这个音乐节之前，他是在南美洲，好像我忘了是在阿根廷还是在哪边，然后他就必须要从那个地方飞过来，所以在台湾结束之后，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了解到，其实整个世界音乐节邀请到的来宾、邀请到的表演者，这个卡司都非常强大，而且活动内容非常精彩。做啲半日嘅7家落到也音樂度行，7家來參加也音樂，是不是非常有趣啊？而且休息一下，還有韓卡道嘅故事，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哦。休息一下。
又真到复起来咧，节目我係综艺群阿群妹，基本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嘅係2017嘅世界音樂節，就喺啲10月20號到10月22號喺台北嘅大家和平公園來舉辦，同大家來見面了。唔但止好，有當到音樂會堂哦，還有工作坊，甚至講座。鼓手你就係3日整天都可以把時間用到世界音樂節底度，還唔但止安尼，剛才你看到嘅動精彩有沒有？有一個非常大型的市集，它叫做地球市集。所以我也想問問看老師，老師你當初在策劃這個地球市集的時候啊，是用什麼樣的概念，或者是說這一些攤商它有沒有必須要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就像剛一開始講的，就是說我們是希望是老少咸宜的音樂節。那小孩子可能對音樂的感覺可能會比較選擇性，對。那我們就想說，好，那大人來他去聽音樂，那有很多的攤位，那個有些大人可能比較成熟的攤位，東西比較成熟的攤位，大人可以買，那小孩來幹嘛？就是我們就想說，好，那小孩子來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有一些東西是會吸引小孩，讓小孩也可以做什麼的。所以我們在市集上面就會要求，就是說，我們因為是音樂節，所以我特別就是分了，就是說要有音樂鋪子。然後這個音樂鋪子必須要有10到15分鐘的工作坊，可以讓小孩子去玩。比方說有一種叫文森笛的，他們自己創作的開發的樂器，那個非常適合小孩，因為它沒有門檻，所以那個小孩子來的時候，他就可以開始玩。然後是因為去年有那個 Yoshida Brother，就是日本的吉田兄弟，然後我們還找了一個3位線的一個團體來，他們也有一個市集，但很多的小孩子就去拉那個3位線，所以對他們來講，他們可以去做一些體驗的感覺。對，然後我們另外還有創意市集，還有實藝市集。那因為這是世界音樂節，我想說那個我們想要讓大家來聽的音樂留下那種回憶之後，其實我們還要有一些多的東西。所以我們特別要求就是說，我們的不論是手藝市集，或者是那個實藝市集、吃的市集，都必須要世界音樂化。世界音樂化的好困難哦，這個任務也太難達成了吧？對，那世界音樂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充滿了異國風。所以就是他們在那個創意市集的邀請上面，就會比方像去年來了秘魯的。像剛剛影片看到的，秘魯的，然後有非洲的、雲南的、夏威夷的、尼泊爾的、印度的，當然還有我們台灣的原住民的，很多就是充滿了一種異國情調。那食物也是，所以我們是我想要把這個市集打造成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市集，就是說，台灣有很多的市集，但是你去看某個市集的時候，世界音樂節的市集就是跟他們不一樣。我們要有世界音樂節特色風格的市集，對不對？對，那這個市集的時間呢，就係3日，10月20號到10月22號，下晝頭1點就開始咯，下午1點就開始了，都安補頭10點，這麼長的時間，下午1點到10點，其實都在旁邊陪伴着大家。對。那我們市集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現場沒有 ATM， 大家去搞會帶現金吶，吼，鈔票要帶。我們去年碰到一個狀況，就是說有人第一天來之後，因為那邊真的沒有 ATM， 因為沒有料到，然後他已經逛了幾攤，已經把身上的現金都花完了，太好逛了啦。對，然後就問我們說哪裡有 ATM， 我說那你怎樣再搭接駁車，再進到市區裡面，然後找一個 ATM 的，所以就是說現金這件事情其實蠻重要的。太搞一起記得帶錢。對，那剛剛講到有接駁車，其實這一次也是一樣有接駁車的。對，因為那邊停車雖然有停車位，但是有很多的車子都固定停在那個地方了，所以我們有接駁車。我們就是鼓勵大家盡量搭大眾捷運系統，然後到那個行天宮站的2號出口橘線，然後我們那個地方就有免費的接駁車。因為它只要10到15分鐘，它就可以抵達會場，非常的快，所以那個是循環發車，所以不用擔心，就是你要等很久。鼓手大家假使講有想要去的世界音樂節啊，就做得掃描去啟蒙，還有行天宮2號出口就做得來搭我們的接駁車。好，其實講到呀，吼，整個世界音樂節今年又會同大家見面，但是我們也很想要聽聽看2位老師，也都去參加這個世界音樂節的整個心得跟你們的經驗。先來請先生先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自己去有參加過按到哪幾項的世界音樂節，韓國人自己的心得感想係乜嘅？
参加过的世界音乐节有伫欧洲的像捷克、德国、比利时、法国，过来挪威。挪威。嘿，挪威其实挪威也个国度哦。系啊，嗰边挪威嘅瑞都很多海洋风暴嘅音乐节，佢系呢个已经过接近北极圈咧。啊，佢演出的时间都永昼，就整天都是白天，永昼，所以佢有感觉到世界安泰，嘿，真是如果讲真是有永昼的地方，古所以唔上水木啊，呢片唔上水木，因为规日嚟日头都安尼讲啊，都规日嚟都安尼讲，其实世界音乐节参加过有几个吼，其实对我影响国泰。譬如讲2003年佢喺啲嘅流浪之歌音乐节，假如流浪之歌音乐节替拜邀請Okinawa 冲绳嘅音樂人的平安龍，伊佢喺帶樂團嘅大主演嘛，因佢拜演出咗2個人咧，我有感覺到講因佢節奏有辦法做得到很強壯很強，咪都感覺到我冇辦法做得到。古時候可能係你做起間又學啊，古時候係做起日本間又學琴嘛，跟平安龍學 Okinawa 三線跟鍵學吉他。我記得還有一個對我影響國泰應該係呢啲2012年嘅流浪之歌音樂節，佢還有一個非洲嘅馬里共和國有一個歌手人阿比奎特，伊係那個馬里亞一個國創業嘅音樂人，加倍多我個本來強去做做一個即興的演出，伊啲彈琴的時間都相同都一支琴，一支尼龍的吉他，然後彈得出來，我想伊係演的非洲的傳統音樂嗰種迷思，靈魂都在裡面的感覺。係啊，還有剛剛都講那世界真係個太呢，一支吉他相同都6條線，但係伊啲彈起來，你像演的馬里的傳統音樂樣嘅，我記得如果什麼感覺，如講較照你講那個吉他應該喺呢台灣人一樣會彈出台灣人的迷思。古時候人家後來人家開始會用樂琴的挑選嘛，嘛要改下樂琴挑選。古時候那個如果導致我後來如果做一個6弦樂琴，後來做電樂琴、3弦樂琴，那就其實如果我參加音樂節，係呢有個太嘅關係啦。韓國有本身上欣賞，人嘅音樂又有一種那麼一種鮮美感覺，又含有台灣的你彩鐵的感覺到底部。所以其實這個世界音樂節短短的時間，於老師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國外的世界音樂節給你有什麼樣的經驗？我這2年就固定會去參加馬來西亞的那個雨林世界音樂節。那這個音樂節是被選為就是全世界25大音樂節之一。之前台灣的話，就是最早就是桑布伊，大概是前年的時候去參加這樣子。然後今年的話，我們就是帶那個泰武古謠跟那個排灣族的歌手戴小軍，還有邵林瑤老師一起去參加。那個整個那個參加的氛圍給我很大的衝擊。所以就是像我們去的時候，不曉得為什麼，我跟你講，音樂節一定都會下雨。就是會一定會都會，因為這戶外音樂節你一定要被雨淋這樣子，所以我們就把雨林音樂節改成雨林音樂節，就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然後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受，就是主要是2個部分，一個是觀眾，然後一個是演出者，然後觀眾的部分就是說。像我去年去的時候啊，那個是突然禮拜6就是傾盆大雨，因為他沒有先打雷，也沒有先閃電，就是沒有預告你，他就突然之間15就下來了。對。那我們要從背包裡面把傘啊，或者是雨衣拿出來，這件事情都來不及。就是我們拿出來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濕了，我們也不用穿了這樣子。結果嘞。所以很多人就是乾脆就什麼東西就不管，然後那個因為雨下得很大，那個舞台上面就先暫停演出。那有很多的有幾百個，大概有200-300個那個年輕人，他們就乾脆脫掉上衣，男生啊，脫掉上衣之後就打着赤膊就在那個大舞台的前面，繼續隨着那個 PA 台播出來的音樂狂歡跳舞這樣子。然後因為那個草地不是很好，就是每年這樣被踩，那個很多都是泥巴，並沒有很多的踩，所以就是說雨一下，那個泥巴就變爛泥巴。
所以那个烂泥巴你一踩下去就喷的身上到处都是。那我们这些台湾来的人就会觉得说，赶快去找地方躲雨这样子。可是他们继续在那边狂欢。那个随着那个时间过去，因为雨一直下嘛，10分钟、20分钟之后，现场跟着一起跳的人已经变成2000多人。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就是完全不管3、7、21了，反正我来，这整个氛围也感染了他们。是，然后我来雨林音乐节就被雨淋嘛。然后那个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觉得说，我都已经来到这个现场了，我就营救一把。没错。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其实一个音乐节来讲，不论是怎样的音乐节，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只是把硬体塞好，然后把那个节目准备好，但是这个音乐节的气质、氛围其实是观众所创造的。没错。所以我们也就是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观众，我们台湾的观众能够一起来创造世界音乐节的氛围。比方说，我们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这个幸福力。所以这是观众的部分。另外一个表演团队的部分，就刚刚声响，不好意思，我听得懂一些客家话。就是说，声响刚提到在国外演出，不论是跟平安龙或者是跟马利共和国的乐手合作的演出的时候，我也是很深刻的感觉到，就是说，你今天出国去演出，其实你是代表你的文化。对。所以表演者如果能够把自己准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不会输给别人，你可以跟大家是在一起的。对，古时候2017的世界音乐节，唔但只有表演者，咩希望各位现场呢，乡亲朋友、观众朋友做得共好来参加，大家一起建造今年的世界音乐节哦。古时候今晚谢谢2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我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动现场，共下做运动了。